好，来继续来看罢免掉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领衔人张克进，讲之所以会来退出，上主要是看到连叔叔竟然有已经过身的妈妈的签名。罢团的调集人赖以任来证实，讲有看到同款的证据，所以伊自头到尾拢无怪过张克进。调查官有问我说，我认不认识这个人？我说我不认识。那之后他才跟我讲说啊，原来是我们领衔人的母亲，然后已经过世了一段时间。那我讲罢摇领衔人张克进退出团队的真相，就是因为4月14被调查局约谈的时，亲目见证已经过身真侪档的老母的名出现伫2份提议书，而且佫伊无共款笔迹写的。调集人赖以任强调讲会当理解伊的感受。所以我才说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责怪过张克进，我就是继续联署到6月7号礼拜6，或许那一天张克进教授他回心转意，希望张克进会当回归。不过张克进好亲像已经对拿赢有真侪不满。罢摇军粮无收的时阵，又搁发生新的争议。你看，这张是台北市选会发予中选会公文，其中一句写着吴思瑶罢免提议人的名册内底有142件，写的甲罢免人的名无符合。罢免吴思瑶的这个案子里面呢，居然有就是142份的这个联署书，上面就是写的被罢免人不是吴思瑶。拿2月8号已经你们都知道的事情，现在拿出来讲，无疑就是希望在今天开庭的时候，先去打击我的公信力。强调一切交由检调去调查，不过吴思瑶嘛，质疑讲，敢是国民党中央厨房集体制造假资料，才会出现这侪错误。相关的案件只好交由司法来查明真相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